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朝见你，也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为主你所使用，来献上祷告，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也纪念在线上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同一个地方做礼拜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我们都同心合意的敬拜上帝。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也今年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你也恩待他们，垂听他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预备来朝见主。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我们安静的心跟随神的话，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请听上帝的话：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
如同挤奶，满心喜乐。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地上的人在你面前无不显明。在此，我们恳求你鉴察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心思意念，让你那已经放在我们心里圣光燃烧，协助我们自省自洁，并脱离卑劣的事物，更贴近你的教导。在此，我们也认自己的罪，祈求你饶恕我们所有已知未知的过犯，也感谢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了我们。祈求仁慈的天父给地上执政掌权者智慧，让他们调整自己的恐惧，了解他人的需求，并摆脱控制他人的欲望，以前瞻的眼光、务实的作为来为百姓谋求福利。也让已经在俄乌以及以哈战争中受波及的基督徒带入身体及心灵的平安，保护您地上的百姓和孩子们，并祈求尽早终止这些无知的战火。祈求天上的父看顾教会的同工们，让教会的服事能顺利的展开，社区更多人能听到您的福音。感谢你给我们圣教会，让我们圣灵充满，圣徒相通，以及罪得赦免。在接下来的崇拜当中，我们欢迎你的圣灵与我们所有会众同在。以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的，阿们。接下来的崇拜呢，弟兄姐妹若是身体不适的话，是可以坐着的，或是在唱诗的途中坐下。只要心灵诚实呢，喜悦地唱歌，同样可以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接下来我们以心灵良诗选第145首《耶稣之名至宝》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会众们请起立。欢喜，一举潇洒心难平。
让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今日的起印经文在诗篇107篇1至3节，以及17至22节。诗篇107篇1至3节，以及17至22节。以下呢，由我来起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来应诵读下半节，而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从各地，从东从西，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发命医治他们。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同心为以下事项来祷告：为南亚国家祷告。巴基斯坦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板桥荣恩堂杨世昌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儿童青少年能在智慧、身量、人的喜好、神的喜爱等4方面有好的建造祷告。为台湾医疗从业人员、军警、公教职业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有服务百姓的心志，工作顺心顺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接下来，我们请李迪华姐妹来诵读本周的经课。
天读的经课是有两篇，第一篇在旧约的民数记21章4到9节，以及新约的以弗所书2章1到10节。我们大家翻开教会的旧约圣经151页，民数记21章4到9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主耶和华比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到，遗忘这蛇，就必得救。”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第二处经节在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2章1到10节，也就是在教会圣经的新约部分的211页。以弗所书2章1到9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世俗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的恩慈，显明给我们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以上是上帝的圣训。我们感谢李迪华姐妹来诵读本周的经课。接下来，我们以主祷文来同声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同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日的正道经文在尼希米记第13章4至31节。尼希米记13章4至31节，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4节起，先是蒙派管理我们上帝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房子，就是从前收存
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1/10，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上帝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上帝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我就斥责长官说：为何离弃上帝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公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1/10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萨科的儿子，萨科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上帝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榨酒的原文是踹酒榨，搬运和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单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泰尔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上帝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1、2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顾你的大慈爱怜悯我。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实图、亚门、亚摩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诅咒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上帝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儿女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上帝所爱，上帝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上帝呢？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和耶大的儿子是何伦人散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
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安定期献财和出熟的土产。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以上是正道经文。接下来呢，我们请诗班献诗。今日的献诗曲目是《主来寻我》。
般美妙的歌声。以下的时间呢，我们交给叶玉琪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日的证道主题为“起来，成为榜样，我的生命不走中”。很高兴今天来到荣光堂，来跟大家分享信息。2个礼拜前呢，赵英是我老婆，她写了一串，你要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第一个时间不够了，第二个我也忘了，所以感谢大家，也感谢上帝让我们这个家庭可以来服侍上帝。那我今天要从尼希米记第13章4到31节来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我的生命不走中”，就是袂走精哈，袂走精哈。那我们可以控吗？那我整理的经文里面，大概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有4个要学习的。不走中的生命需要拒绝纯正的真理被污染，拒绝价值观念被污染，拒绝生命次序被污染，也要拒绝信仰传承被污染。好，那开始前，我们先来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来保守我们。在今天的分享的当中，主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保守孩子的口，也来保守众弟兄姊妹的耳朵，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门好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开始前有一段见证的影片这个姊妹可能当中有人认识她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好不好？社恐的人，然后一直要我上来。但是今天早上神说，爱既完全，把一切的惧怕除去。感谢神，让我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操练我，让我突破舒适圈，能够有更好的自己。在前2个礼拜，我们青草地小组在聚会里面，趁着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数算主的恩典。我的感恩分享是，今年最感谢的事情是我的女儿在3月的时候在澳洲受洗了。这样的意外收获是我或是她自己在她要过去澳洲的时候都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上次站在讲台上分享的是，我跟我家那个青少年在他叛逆期的时候，我们2个是怎么的冲突，然后神怎么翻转我的想法，也翻转我们的关系。今天在这里，我要感谢神，大大的祝福了我们的这个家庭。我家的是在高中大考完之后，确定了大学的学校，就告诉我说他要休学去澳洲打工度假，叫我给他1年的时间，然后再回来念书。说真的，答应他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在他出去的时候，甚至于都还没有成年。但是经过我们一起的祷告以后，我发现我很平静，也很平安，不再像以前一样，很多事情都是以前的烦恼。所以他就这样办了休学出去，然后飞去澳洲边打工边玩乐。我自己在没有固定聚会的那几年，其实我一直觉得对孩子的信仰很亏欠，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带给我们父母的使命，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用自己的方式算计他，然后
安排，希望他能够有基督徒的生活。例如他国三确定高中以后，因为跟念学同学校，我就跟吴姐打听他们高中的少女团体的聚会时间，然后不好意思，那个音乐太大声，我把它关掉好不好？我来讲，听不清楚，我都听不清楚。我们家的年轻人呢，就很自以为傲，就配上音乐，然后配上去呢又在，因为我没有在直播，我在现场就还好，所以年轻人不能批评。这位姊妹叫素贞哈，其实她来过荣光堂聚会一段时间哈，但是我问她说，可能今天我讲完了，会有很多人打电话给你，她说不会，因为我都快闪，没有人认识我。她刚才讲的那个小组啊，有一天呢，2021年的时候，那个小组呢，小组长就来跟我说，传道，我那时候还没按牧。有一个以前我带的学生，年轻的时候是服侍的学生，从青年带到长大，那已经有8、9年没有聚会了。那这当中我们都邀请他来参加聚会，但是都邀不动。这次他答应我们来参加小组了，我说好棒啊！他就说，但是他只有礼拜一有空。他上班只有礼拜天跟礼拜一放假，但是礼拜一你放假哎，我就说没问题啦，所以小组就从礼拜3改到礼拜一。那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熟了，他就比较敢分享自己的事情。他那时候女儿在读高3，他说，传道，你知道吗？我们2个已经快1年没讲话了，他们家就2个人而已。快一年，母女2个不讲话。传道人听到这样，只有一个感受，只能祷告。所以不多讲什么，因为如果讲了有用，那个做了他几10年的辅导早就讲开了。就只有祷告。在那段时间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家里有类似亲子的问题，所以神就感动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就特别的往亲子方面来讲。我忘记那天讲什么了，我完全忘记讲，我只记得我一句话，我自己记得很清楚。讲到亲子关系，我说帮爸爸当妈妈的可不可以只要祷告就好？讲完，当然台下跟大家听讲到的表情是一样，没有什么表情，因为太多表情，台上会觉得你在干嘛。就这样，过了2个礼拜，在小组的聚会里面，他分享，他出来开头就讲说，我们家那女儿竟然跟我说要休学，要先去考上大学了，要先去澳洲游学1年。我心里想，死了，温戏耶。全部人就看着他，听他往下面怎么讲。他说，我第一时间想起来，我想进去房间把他掐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也考得很好，考上清大。但是正当他要站起来的时候，他说，突然我想起，什么时候听到讲台讲过一句话，祷告就好，好不好？这句话就啪电到他。你猜他怎样？坐回来继续祷告？没有，他就冲进去房间，把女儿抓出来，来，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花开了，花开了。女儿如愿去澳洲游学，第1年不够，还要第2年。第2年的时候，我心里想，其实我就说干嘛？我说叫她回来。那时候比较熟了，叫她回来。但是呢，妈妈还是让她继续呢，留这1年，就是她信耶稣的契机。神学院老师常常告诉我们说，讲道不要在意会友会不会来跟你说啊，牧师你今天讲的好好，我好感动哦。他说讲道你要看到弟兄姊妹生命改变，那个才是讲道的意义。这个姊妹听到那样讲道，她愿意改变，她愿意改变，所以上帝给了他极大的恩典。我想在转变的契机里面有2个重要的契机，一个就是当妈妈的愿意亲近上帝，稳定聚会，听上帝的话，圣灵的提醒就会出现在生活当中。我们愿意稳定聚会，愿意听上帝话，圣灵的提醒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所以总觉得没有圣灵的提醒。第2个，当妈妈愿意顺服神、听上帝的话的时候，照着神的话去跟上儿女互动，生命的影响力就发挥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功能。简单吗？很难。要学吗？一定要学。我们回到刚刚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整个就是尼希米责备那些归回的百姓，他们整个回来没多久，又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往坏事走，跟外邦人通婚，不再敬拜上帝了，圣殿成为被污秽的地方。尼希米这些责备，我们刚刚读经文知道，那些责备都很重，他的做法也很强烈，对不对？尼希米的宗教改革却影响深远。尼希米这个改革之后，以色列人开始真的就不拜偶像了。尼希米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就是他的教导为什么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想并不是因为他是当省长，也不是因为他当九正那个皇帝的亲信，没有人敢得罪他，也不是因为他的行政历练丰富发挥了影响力。从经文其实我们看到，尼希米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亲近上帝，愿意听神的话，他顺服神，照着神的心意而行。阿们吗？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概念，我们要讲有不走中的生命成为信仰的榜样，是家族信仰传承的基础。我们的生命不走中，每朝间成为信仰的榜样，是家族信仰传承的基础。好，大家不是很习惯，字很小，不要理它。这个是第一个大段的结构啊，它有一个大纲，2个小纲。这边讲到管理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把一间放百姓祭物的大房子腾空了。百姓祭物的大房子在哪里？在圣殿哦。腾空了，给谁住？给他的亲家多比亚住。这到底有多严重？尼希米记13章的1到3节就讲到，亚门人跟摩押人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对吧？这位亲家多比亚是亚门人。
是亚门人，不但通婚，还让亚门人进到圣殿，是一个极为亵渎上帝的行为。神的心意被污染了，所以基督徒有不走中的生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拒绝纯正真理被污染。纯正的真理被污染，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如果容易做得到，牧师就失业了。这件事的发生，是在尼希米离开苏珊城去回苏珊，离开耶路撒冷去苏珊城述职的那段时间。以前读书的时候，发现圣经学者花了好多精神研究尼希米到底回耶路撒冷几次，每次待多久。我是觉得这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为何不能遵行神的教导，行出神喜悦的生活。我指的是以色列百姓。尼希米离开了，回到苏珊，回到波斯的地方，他们就开始跟着当地的人拜偶像。上帝特别吩咐不能做的事情，他们跟亚当一样，就特别要做。为什么？我想，最主要是缺少人经常的提醒，缺少人经常的去提醒。我相信尼希米在的时候，就会常常提醒；尼希米不在的时候，螺丝就松了，螺丝就松了。所以神的话实践在生活中，要面对许多的挑战。讲台的教导、同伴的提醒，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有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生气。有时候可能不好听，或者你不认同，但是放在心里反复思考，说不定是上帝要跟我们说什么。接着我们看到尼希米不像现在国际间的互动那样，用一堆政治语言，没有实际行动。尼希米是怎样风行鹤唳的行动？他把都不要的东西丢出去，把原来该属于库房的祭品全部归位。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纯正的真理要不被污染，需要真正的悔改。我们常常悔而不改，旧习惯总是回来。素贞，如果听到上帝话，听到那句话，只要祷告就好，只要祷告就好。我管你嘞，杀你个扒了！你看今天会怎样？你看今天会怎样？听上帝的话，要悔改，真正的悔改。好，我们讲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一样有一个大纲，两个小纲。利未人因为得不到供养，甚至回去种田了，这是价值观被污染。圣殿的侍奉不再被重视，跟联邦联盟取代了相信上帝的全能。跟联邦联盟取代上帝的全能，不就是以色列被掳的主要原因吗？把该献给神的钱财拿去做其他的投资，这不只是金钱价值污染，也是生命的价值污染。所以不走中的生命需要拒绝价值观被污染，包括我们的祷告，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思想。利未人，好，
在尼希米12章44节到47节告诉我们：我召集利未人，使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供职。犹太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新油的1/10送入库房。这个情景跟尼希米记刚刚这个段经文是在这里啊。这段经文跟尼希米记12章44节的47节情节是很相近的。47节这边讲，12章这边讲到，当时他们把灵性，就是在他们灵性高潮的时候，他们刚读完律法，灵性高潮的时候，他们说，当日这些人受派管理库房，把举祭、出手之物和所取的1/10奉献，按各城的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库房里。犹太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祭司和利未人遵守他们神所吩咐的，守洁净礼、唱歌和门口守卫的大卫的儿子所指挥所罗门的命令也是如此。我们看到那个敬拜上帝的快乐，敬拜上帝所敬上的位分，敬拜上帝的那个尽职之后，那个喜乐。是不是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说，尼希米安排利未人吩咐恢复圣殿的侍奉，敬拜神，成为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价值，是不可打折扣的。生命最重要的价值是敬拜上帝，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事是，当纳的要全部献上，当纳的要全部献上。尼希米说：“求神纪念我的忠心，求神纪念我的忠心。”传道人其实也常常这样祷告，传道人常常也这样祷告。求神纪念我的忠心。虽然侍奉的当中，有时候会有许多的挫折、难过，但是需要这样来让神的恩典更加的加强我们侍奉的心智，因为我们知道神给的更丰富，神给的更丰盛。好，第3段经文我们就这个跳过去了它有一大段、1大纲3小纲这边讲到有人在安息日踹酒池，我就在他们卖食物那日警戒他们。以色列人又犯了老毛病不守安息日。耶利米在以色列被掳前劝告以色列人，就说什么？你们只要守安息日，神就要保守你们。我读那段的时候，常常心里想：有这么简单吗？有这么简单吗？是，从人来看不简单，但是在神是简单的。警戒有劝告跟禁止的意思。为什么不守安息日要被禁止呢？因为不守安息日是窃取上帝的荣耀。不守安息日是窃取上帝的荣耀。星期天来教会敬拜，让我们再次谦卑调整自己的生命次序。星期天来做礼拜，听上帝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次序借着上帝的话再次被调整，再次被调整。借着安息日主日的敬拜，我们知道重新该告诉我们，我们是被创造的，上帝是创造我们的。那个被造者跟创造者的关系，那个次序是不能被打破的。
亚当做了，魔鬼做了，我们要不要做？我们当然不要做。所以不走中的生命需要拒绝生命次序被污染。推罗、西顿，不守安息日，他们跟谁做生意？跟推罗、西顿，就是跟外邦人做生意。推罗跟西顿是港口城市，也是商业的集散地。当然，各种功利主义、世俗主义、扭曲的价值，都因着富裕开始出来了。安息日不做生意，那你损失可大了，怎么可以安息日不做生意？这些观念影响着耶路撒冷的百姓。基督徒要注意，拒绝生命次序被污染，就要小心世界的诱惑。小心世界的诱惑。当然，我知道这一点跟大家讲，意义不大，因为你们都在。那些没有来的，给我起来听。你心里吩咐利未人要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为什么？因为那些推罗西顿的人呢，竟然在城门外露营。安息日不给我进去做生意嘛，那我就在城门外露营，我等第一时间我进来抢生意。我们就想象如果我们知道推罗西顿这些商人在那个城门外露营，以色列人在城门内，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应该不会乖乖的在家里好好祷告守安息日，他会蛇嘞蛇嘞，懂不懂蛇嘞来到城门口，等第一时间我可以做第一笔生意，我可以赚最多。所以，我们常常犯这种错误，我们需要圣灵提醒。我不相信素贞的那个反应是因为传道人厉害，讲章讲得很好，我绝对不相信。我相信是圣灵就借着那一次的讲道，也只有选了那句话。因为这句话对这个姐妹，在这个时候要成为她的帮助，所以我们的生命次序不被污染，我们要留心圣灵的督促，圣灵会督促我们。我当然比较属于福音派，我在正道神学院毕业，我们有几个老师呢，连敬拜赞美的时候他都不拍手的，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我就一直觉得，为什么每次讲到圣灵，就是讲到一些比较不平常的经历，而忽略了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做什么？督责。引导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要做错事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每次以前我讲到，如果准备的东西没有讲的话，我就会很懊恼，怎么忘记讲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不会，我在想，上帝故意不让我讲，说不定那个例子或者那句话讲出去呢，台下有人丢鸡蛋，或者有人开了门就出去了。所以圣灵的督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重要的。好，这是第4段经文它也是有1大纲3小纲。不走中的生命要拒绝信仰传承被污染。你看到这里犹太人娶了亚实图、亚门人、摩押人的女子为妻，
他们的儿女一半说雅实话，其他种的方言不会说犹太话。如果我们的小孩不愿意聚会，我们的小孩不愿意敬拜上帝，那是什么状况？信仰的传承被污染了。接下来就讲到婚姻的影响，自己很直接明白的讲到婚姻，只讲一个实例。我讲婚姻的影响，我讲太多呢，我知道年轻人呢，我用道理讲很多呢，大概不会受欢迎。今天如果有那个点评呢，一定我会被打负评。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爸爸妈妈呢是虔诚的基督徒，当然已经离开了。她生了12个儿女，厉害哈，生12个儿女。因着其中一个人生病，有机会我接触这个家庭。当这个人生一个大病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思想，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检讨他们家人目前的状况。发生一件事他发现一件事，他们12个兄弟姐妹，如果跟基督徒结婚的，他们的第2代、第3代，如果从那个无弟兄他们来，第3代、第4代都还在教会，而且在社会上的状况也都不错。但是只要是跟非基督徒结婚的小孩都不太上教会了，连他自己原来小时候上主日学、青年团契，结婚前是努力服侍的唱诗班，也都渐渐的冷淡。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重我们的信仰，你如果看重你的信仰，如果耶稣对你真的那么重要，要好好的看重你的婚姻，要好好的看重你的婚姻。好，不要讲太多，不然会被负评。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三观。我们在这里看到，连大祭司的孙子都跟外邦人结婚了。大祭司是世袭的，对不对？所以犹太人的大祭司到最后会变成外邦人。其实后来罗马政府也是这样搞他们嘛，对不对？好，我们先不管这个。这个对犹太人的宗教是极大的挑战，大祭司都去通婚了，所以我们真的不可以忽略宗教信仰、轻忽宗教信仰带出来的影响，一代一代渐渐的不进教会，不愿意敬拜上帝。尼希米的宗教改革造成什么影响呢？历史告诉我们，这次改革后，犹太人终于不再拜偶像了，也与外族不通婚，甚至到最后变成犹太主义、种族主义，自己封闭起来。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就被耶稣骂了，因为他们有了耶稣，却不去传扬耶稣。救恩应该是属于他们而已。好，上一代的榜样对后代影响很大。信2代不来教会，前几年再早一点，教会常看到牧2代，
牧二代似乎需要很大的辅导。在这几年，其实我们看到性二代其实受整个社会的影响，渐渐不来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是教会不够活泼有吸引力吗？是教会不符合现代 AI 的精神，还是教会看不到上帝的福音？重要的问题是家庭的状况。在家里，小孩有看到上帝的福音吗？我们在家里，小孩有看到上帝的福音吗？这个是一个抖音的影片，因为没有时间播了哈。那个他们有人下车，有人上车，上来一个老婆婆。那这个妈妈呢，带一个女儿就抢到那个位置，中间那个图片抢进来。那小女孩呢，就看到婆婆蹲在前面，就想要起来让位。你知道那妈妈什么动作啊？抓！小孩看的是榜样，看的是我们的行为。所以性二代的问题绝对不只是教会的问题，是教会要结合教会、家庭还有上帝的话，才能够解决了。我们最后要看一段小影片，来帮我按这个影片好吗？如果它可以快播的话，就帮我快播，好像不行。不能放，不能放，好，那听我讲，我还有3分钟。这个影片呢，是有一个剧，有人就拿了一个 iPad， 让他抽什么？抽 iPad， 抽钱，抽手机，然后呢，另外一张是写 God， 写上帝，都没有人抽。后来这个小朋友就选到了，就来了，就选那个 God 尬，那就回去了。回去那个制作单位就来了，电脑给你 ，iPad 给你，现金给你，然后后面的片尾就讲到，有了上帝就有一切，有了上帝就有一切，真的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真的有上帝就有一切吗？这绝对是对你对我的挑战。我们讲台讲，有了上帝就有一切。在家里有没有跟小孩用嘴巴讲，有了上帝就有一切？但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有了上帝就有一切？我们自己想。最后讲结论，关键在家庭，关键在家庭。我们家的小孩，大家知道姚珍跟赵英是姐妹。我们家几个小孩，还包括凯森他们几个小孩是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就发现，他们真的很可怜。他们从小听到最多的不是上帝的真理，是教会的黑暗。谁讲的？钟南讲的，凯森讲的，就是我们在讲。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情境呢？所以我们今天结论是，性二代看到的是你对所指
对不起，我的台湾国语又来了。你对守主日的坚持程度，你对世界价值观的回应，你对他将来期待的样式，上帝在里面吗？上帝是不是真的就是所有的一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知道，教会要我们弟兄姊妹来建立家庭的祭坛，但家庭的祭坛不在于那个礼拜，不在于那个时段的诗歌、读经或者分享祷告，而是我们生命每天活出来的样式，而是我们每天嘴巴所讲出来的话，是我们面对环境挑战、世界价值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主，我们软弱，但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身体愿意，肉体却软弱。主，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提醒、帮助、带领我们，要叫我们在这世上活出基督的样式，要我们在我们的家里成为儿女的榜样，让我们的生命不走中，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儿女的面前成为引导他们的那样的生命，在家里做光做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叶玉琪牧师教导我们如何不走中，就是拒绝真理，被污染，要心存悔改，便时常与教会及圣灵贴近，并在家庭中以身作则。接下来，我们请会众们起立，我们以回应诗歌来回应赞美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心灵粮食选》123首，同心颂扬主圣名。我们同心合一，举起圣洁。
对上帝的感恩。若是您第一次来到教会，还未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可以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您身边。来，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工作、家庭都是依赖你的恩典所赐。也祈求您赐给教会智慧，去运用金钱在教会的事工上，让福音能够遍地兴旺。您是配得赞美和感谢的。我们现在预备一点金钱，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向主呈献歌。请坐。本周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们？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哦，在唱第二遍的时候呢，我们一起起立来，目前还是拱手不握手，互相祝恩，请。请坐。我们一同来关心教会的事工。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以及代祷事项，也请下周服事的同工们能够预备心准备。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下，本周的成人主日学已经开课喽。欢迎弟兄们，待会主日后可以参加。这1楼的副场是诗歌欣赏与教唱，201教室2楼是撒加利亚书、
马拉基书，6楼是圣经总览，205教室同样是2楼是加拉太书。请为各位的老师及课程准备及弟兄姐妹们牧养神话语来祷告。我们要感谢我们今日的台语堂陈启峰牧师的南下为我们传讲讯息，以及我们今日的叶玉琪牧师分享信息，请各位为牧者的往返出入平安祷告。教会南区将于3月16号早上召开教区会议，由我们本会牧师蔡文牧师、萧天一执事和赵一兰会友代表，以及副主席林举文共同参加。若有需要表达的事项，可以向代表来提出。我们3月11号至13号的旅游团会至金门探访，也请为探访团出入平安祷告。教会将于月底3月29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举办受难日祷告，体会与基督同受苦，全程将用泰泽祈祷的方式来进行，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而原本3月28号就前一天礼拜四的祷告会合并在3月29号受难日祷告举行。儿童主日学将于月底3月30号至31号6日举办露营++酒。小朋友将搭帐篷在教会内聚餐，参加的小朋友都是免费的，请为当天的活动来祷告。教会也同样于月底3月31号复活节举办启入及转入礼，也就是愿意受洗及转入的会友们可以向弟兄姐妹们以及办公室报名。教会将储备儿主、师资及储备少年、青少年辅导。欢迎对儿童及青少年宗教教育生命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们来报名。教会将预备师资培训课程，报名请向办公室或是于茂里教会教育执事来报名。那3月18号的致富艺人课程即将开课，请为老师及学员的学习预备心来祷告。本期新开的课程是礼拜六的咖啡故事馆，由胡汉生老师，及礼拜二的美味料理郭秋伟老师。我们副班的课程就是有重复的课程，就是礼拜三的快乐来跳舞，张信德老师；书法之美礼拜四的林景强老师，请多多的推广。那邀请弟兄姐妹们参加实体礼拜四晚上的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关心的事项来祷告。有关弟兄姐妹们教会会众的肢体消息方面，会众们可以参与周报，来为肢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们来代祷。我们请牧师来补充。好，弟兄姐妹，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私会的弟兄哈，品纯弟兄今天正装上台，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私会的座谈会，特别有提到以后私会的同工弟兄姐妹要正装上台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反省。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反省，让我们的私会的同工可以正式的就是把它看重是一个很这个重视的很。应该要尊重的一个服事。那求上帝帮助，让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也是这样。也许不一定我们的外在的衣服很美，但是我们心里面要保持着穿着那个上帝的公义的白洁的圣洁的白袍，要来到神的教会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外在清洁，内心是圣洁的。愿上帝帮助我们。那也跟大家来做一点报告，就是我们在明天我们有这个金门的这个旅游团。那各位知道最近这个两岸有点危险哈，那但是呢，请不要害怕，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旅游团去是要带来平安的。各位，我们其实是要去那边，也为当地来祷告，求主带领。那所以我们期待是我们能够去金门那边，也将祝福跟平安带到那里。那金门也有很多的教会在那个地方，那求主带领，让我们可以在金门那个地方，也许我们有机会会去探访，或者是去关心。那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这个探访团来关心祷告。那我们今天开始就有成人主日学的上课。
那我相信刚刚大家听到这个叶玉琪牧师的分享啊，因为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很会教导这个成人主日学的一个老师。好，那后续如果有需要知道这个尼希米之后的故事，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课程，就是撒迦利亚书跟这个马拉基书哈，这个都是在尼希米之后的几个属灵的领袖他们的服事，那我们可以来参与。那如果假设对圣经全貌需要能够认识跟了解的，也欢迎来上牧师的课程哈，我们的圣经纵览仍然继续有下学期的课程。那还有我们的赵鼎兄他的这个加拉太书的课程，这个是他已经预备相当长了一段时间还有老师的教导之后，他把它融合，能够来教导大家。那最后，如果大家对音乐有兴趣，要来做音乐赏析的，我们在1楼的地方，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服事跟侍奉。特别我们的这个学期是要来上卫理宗的这个诗歌我们自己是卫理公会，但是如果我们不会唱自己的诗歌，是相当这个需要反省的事情所以给大家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些的主日学的教导上面。那最后要跟大家做的分享，就是我们在3月的底的时候，我们有受难日的祷告会。那一周是受难周，但是那一周的活动相当多因为照教会的传统是那一周是每一天都要有祷告会的。那但是呢，我们把它集合在礼拜5受难日的晚上，我们会有受难日的祷告会。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预备心，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受难日的祈祷。那我们这次也是跟往年一样，用泰泽的祈祷，事实上是让我们能够在安静当中与主面对面，不是去在团体里面去在那里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而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安静自己跟上帝的面对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预备心，能够来在受难日与主同受苦，那也与主同复活。那最后我们在这个30跟31号有儿童的一个露营，那这是我们可能是教会里面第一次这样办，就是我们的儿童会在教会里面有室内的露营，真的会搭帐篷所以请大家要能够来关心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希望他们能够第一次在教会里面过夜，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经验。那他们还有萤火晚会会在我家的天台上面烧火，但是不用担心，我们有预备好这个消防的这个安排，所以不用担心那但是请大家为我们的孩童祷告，希望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赢得这些的孩子们，将来这些孩子们会赢得这个世代。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所以请大家也为我们的这个室内的露营这个露营++9来关心跟代祷。那也欢迎为这样的事工来奉献。如果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愿意为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都是全程免费的，那我们也为这些孩子们为他们来关心祷告跟奉献，也可以奉献食材因为他们有一餐会在教会里面吃饭，那希望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有一些美好的相处以上谢谢。我们谢谢牧师。会众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山一颂》。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听见你的话，你的话是灵是生命，让我们不单在教会里面听到你的话，也把你的话带进家里面，使家里面能够蒙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订阅，请在订阅中默祷，为我们经历的事项及肢体消息来祈祷。若有心理忧伤、身体病痛或特别需要祝福的会众，可以到前来由牧师来为你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上帝爱你，也愿神祝福你们。